如果明天前隕石降臨，明知逃不掉注定喪生，世界破陷，天空灰暗，我最期望誰來慰問？爸爸媽媽朋友或愛人，耶穌佛祖神有沒有份？我過去總未及抽空關注至親，求神護佑為了開心。20世紀末日未接近時出生，繁華盛世怎麼竟不會抗拒被吻？從不願意細緻的對待人，為何又要父母操心？20世紀越大越怕為情犧牲，祈求被愛，偏偏竟封閉對鏡自困，從不習慣去勇敢愛別人，誰人又會一起看地震？爸爸媽媽朋友或愛人，耶穌佛祖神有沒有份？我過去總未及抽空關注